我咋？直播为啷子？哎，冇一毛不记得那里了哎，我到个家整直播为啷子？冇一毛不记得那，我只看的哇啊！我花1万在直播加入这，要个叫我等不上了呀！哟，我他个鸟给爆炸凶，人家好久，个好久个想入这个节奏，个只想入这个的工作，你们好多都在打毛入这，多的不得，我都还找不到。呀，你哋家想等我好几年，他的兄弟也好，然后你哋家不等我好几年，不捞个呀？啊？搞知道，这世界它真的一直都是公平。有了妹子后，我想这都要错的，我想这个都可以。我上去么都没闪过，我错一件事情，一句话都哈，甚至一句话都冇当。他个哈，我我都能去咋？看来我娘咋，我的无知。然后呢，我要讲话，要因为办法那个在星星去台湾的我是打工呢，我要我搞一个要禁止禁走的呀。我来要滚哪个在星星去把我逃走了，我要去搞，我就不干。